有馬溫泉距離大阪只需1小時嘅車程，方便到不得了。最受歡迎嘅旅館係有馬溫泉月光園。我今次住咗日式客房，仲可以望到千葉山嘅美景，春天仲有櫻花。晚餐有神戶同牛肉壽喜燒，早餐就係傳統日式早餐，價錢人均約港幣1600蚊，認真超值。溫泉老街有好多老店，碳酸水同碳酸鮮貝係必試名物。記得去有157年歷史嘅吉高屋買手信，佢哋用有馬溫泉泉水製作嘅美容產品，價錢由港幣20起，真係一流手信。最後小編強烈推介一間隱世鰻魚飯 Unagio Oyama，Google 評分高達4.8，鰻魚即湯即燒，外脆內嫩，配上香甜醬汁，仲有鰻魚乾湯同熱辣米飯，視覺同味覺都滿足到。